再过原住民的物件。啊，台湾省学院吼出来即个传道书啊个牧者吼，即个台语实在是讲真个，因的台语是为着讲道理的时阵，因为因是长老教会咧牧会嘛吼，啊即摆长老教会，因为长老教会就是用台语咧来规个过程，就是礼拜的过程就是用台语嘛吼。啊，我今仔日发现着讲，实在是讲，就是感觉切一条就是，阮迄牧师的囡仔，一个是小学2年，一个是还阁伫，应该是幼稚园啊大班啦吼，大班。啊，因即两个，我来问吼，讲啊，咱即摆咱出去学的囡仔有几个吼？啊，伊讲差不多7个，啊7个包括因两个囡仔，即7个内底有4个完全拢袂晓台语，拢听无台语。啊，牧师讲一个足好足惊到的一个代志，就是伊迄两个囡仔完全拢袂用台语啦吼。啊，过来就是讲。伊感觉讲台语，因为因的读册的过程中，就是拢无台语啊。啊，台语是因为去先学院训练啊，因讲就是安尼硬讲学起来啊。因甲囡仔讲话语言嘛是拢用中国话啦吼，拢用中国话讲话啦吼。啊，伊讲所有册拢是，伊讲就是拢讲中文写的嘛。啊，因所有新学的册拢中文写的嘛。啊，我有一遍我之前有一遍甲伊挑战讲吼，牧师，啊你即个我应该是一当前，我甲伊挑战吼，我甲伊讲，啊你。敢会当即你个讲稿吼，敢免讲用迄落看要汉罗吼，反正讲出来就是台语就是啊，你要用汉罗来试看觅写看觅，伊讲对伊来讲有足大个困难。啊，我是一寡失望，我有甲伊讲，啊，到底咱教会讲要来吹杀即个台语主要的目的是要创啥？是要创啥？啊，伊讲本来咱长老教会本来就是讲台语啊，啊，我讲安尼好，安尼为今仔开始，你第一了紧的，你爱甲恁两个囡仔吼，爱讲台语哦。无要紧，你一个讲台语，另外一个翻译外语，啊，你就一个爱坚持讲台语，啊，另外一个慢慢翻的时阵哦，慢慢来用换过台语来囡仔讲话。我就安尼算讲甲伊挑战啦，算讲甲伊挑战。啊，讲正经的啦吼，即我嘛捌教迄落你知影，阮长老教会有一个教会公报嘛吼，啊，教会公报写，因有一个一系列的即个美好奖章吼，就是介绍，就是迄逐本拢是绘本吼，啊，伊迄拢是咧讲介绍台湾，吼，即摆已经30几集啊，啊，逐本拢是一本写介绍一个人，一本介绍一个人。啊，即个人拢对台湾足有贡献啦。啊，毋过上可惜的代志就是，伊无台语版，伊无白话字版，无罗马字版。啊，我就甲伊问啊，我定定用 Messenger 去甲伊舞啊，你甲直甲伊舞，我就讲，啊，恁这应该爱出白话字版啊，啊无，迄个教会咱长老教会就是白话字嘛，啊，你爱出即个白话字版啊。
伊讲线顶吼，伊迄有一个 QR code， 线顶逐本绘本拢有白话字版，拢会白话字用念的，吼用念的。我就甲伊吐啊，讲，无啦，这爱互囡仔用认捌字啦，爱白话字爱互囡仔用认捌。我甲即摆我咧甲迄教育广播社，伫甲因迄文字部咧吐，所以伫9月我是。好，即摆要安排讲，甲主任咯吼，安排讲来上台语课。7个囡仔，4个拢袂晓，有4个拢袂晓台语。我讲，我初步的概念，初步的迄个想法吼，我是想讲要安尼来开始，就是我来教囡仔吼，用纸棒，用。纸盒仔啦，纸箱仔啦吼，这样纸吼，加刀尺，咱来先上基本的做，比如讲做四角形的，做三角形的，这样先做一寡立体这比如讲三角形，三角体。三角体、正方体、长方体这物件，我的落尾的目标，我是希望讲囡仔能做出教会，因为阮教会是足水的吼，能做出教会的这个形吼。我的目标是安尼，我就是要用诶做这个物件吼，用做这个物件，我为头到尾我拢要来用，第一，迄个教囡仔来说明用，就是为做因咧做的时阵，咱来用台语来，因为因咧有小学1年，才2年，甲国中的，老师咧甲我问一个问题，伊安尼京都伊有诶1年，有诶7年啊，有诶国中2年吼，佫有一个高一咧，安尼上好，安尼上好无，因为我佫有去看迄小学诶数学诶教本数学的迄落读册1年第一学期教啥，第二学期教啥，大学期教啥。我讲迄小学1年、2年迄个时阵，数字就会晓嘛。即摆就3年、4年，因咧有诶一定。马弟兄，歹势，我甲你拍断吼，你则注意一时间，等下你则佫继续即个话题，好无？嘿，马文歹势，你继续。就是讲，当然一开始咱的目标伫遐，拄则所讲的，就是讲，西方的社会遐较早是拉丁文，就是讲，捌字的人愈侪，即个社会就会愈开化愈进步。我就讲即2天看到一出2005年的电影吧，《Bury My Heart at Wooden Knee》，伊敢若是翻译做啥物魂归伤。伊是骹头有受伤嘛，当然迄是咧讲1870年迄个时代，因美国为着要开铁路，当然足侪对英国去的遐个企业家，啥物乌石油的啦，创遐，就是要去开发大西部，因路拢会拄着原住民嘛，原住民就变成讲政府出面，甲遐原住民画巴拉肯讲，是毋是恁搬沙位一个是？在迄当时，每一个部族拢有合作。chef 哟，我这酋长是大头目不管，毋过到民主社会的时阵，就是大家拢平等的嘛，所以在迄个时阵，1870年迄个电影内底就讲迄个受到议会的授权，去到某物所在讲咱遮是毋是在地的人会使接受政府开出来条件，就敢若现主时台湾咧开发共款嘛，你是毋是领即个补偿，领即个啥，然后你搬山位，通好政府好做代志嘛？迄个时阵嘛是安尼想嘛。然后伊就想讲有一个酋长你讲某物酋长，你是毋是有话要讲呢？另外一个较少年就甲吐讲你也免问伊意见啦。遮逐个拢酋长这毋是恁要爱嘛？逐个拢酋长意思就讲到民主社会的时阵，逐个拢平大，你也无需要找一个 KOL。毋过有当阵这第一无共的时阵，是毋是会使有无共操作，还是安怎？不管，反正现主时就是讲咱的未来要安怎去行？即条路咱来行落去，然后拄着，可比讲拄仔 Matthew 所讲的，
就一寡人就根本就拢去互中国话说去啊嘛。拄则阿宽遐所问诶迄个，就有人讲，我就拢讲中国话啊，我袂晓其他诶啊。拄则所听到诶，吼，大陆遐所提供诶讲，迄个一个高中诶老师也好，也是迄个号做外省囡仔也好，讲到外省囡仔即个部分。我伫咧应该前2工啊，应该昨吧吼，一个周一成，我伫伊确认内底有打3条讯息，周一成即个名，新月树啊，即篇文章，搁即个 Bury My Heart at Wooden Knee， 这是一个敢若电影就对啊，吼，反正即个消息各位朋友有兴趣，应该去 Google 会使找着。我要分享一个，就是讲周一成伊去伊本正旧年要出一本册，嘛拢差不多好势啊，要想也毋通，因为未选举煞。万不离本册出来吼，绝对去互姓乖偷去，因为伊即马就创一个假报的民众党嘛，所以即颗人就是伊头壳内底拢无物件，所以你听到你讲一句啥物话好，伊就甲捡起来用；听到啥物人啥物话好诶，久啊，伊迄个时阵会用，伊就甲摕起来用，所以你绝对无法度讲即个姓乖会讲毋对话，伊哪会讲毋对话？伊讲诶话拢是别人诶话，伊从来袂讲毋对话，所以就变成伊即本册伊就毋敢旧年出。伊即本册暂时定做叫做啥？独特的国家啦，独特的国家。伊伫内底伊提供一寡观念，想讲互我做一个练习，甲各位朋友网分享。当然，你未必能认同遮个想法。第一，伊讲伫台湾现主时就是大概分做2个社会，甚至3个社会。第3个社会当然咧形成当中，啥物做第3个社会？咱就先来解说，啥物是第一社会？第一社会就是讲，1945年以前就已经伫台湾遮生活的遮个人，1945年进就存在的哦。第二社会是啥？第二社会就是1945年以后才来遮。即2个社会人，第一社会甲第二社会人，差不多是互相袂融合的啦。因为1945年进前，就拢伫台湾遮徛起生活。1945年以后，因来遐人，因就一直抱着因的中国梦，孝想一直想要转去。就准讲1970年，伫联合国内底已经拍破因即个梦，讲伊无可能转去，无可能稳准蒋介石拍转去嘛。只是讲蒋介石用一支手，甲咱的目睭，甲咱喙拢起来，拢无互咱讲，拢无互咱知，继续骗嘛。毋过，即第一社会甲第二社会就是，第一现主时，你若要勉强来甲分，就是分做人爱甲人的嘛。毋过会有一群人，伊就认定恁遮第一社会、第二社会，还是哪一个是有问题，还是拢种烂嘛、拗烂嘛，就第3种声音，还是第3种势力，甚至有做第3社会的人会使出现，这嘛是大问题有法度徛起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这个物件是安怎？这个第3社会的人未来，或者是现主是当咧形成，应该是有法度去甲第一社会、第二社会。遮个人甲融合起来，迄就敢若啥？油甲水是完全无得融合的，因为坦白讲，伫台湾遮差不多讲到政治甲宗教吼，这真正就是拢直接跳破面的啦，除非拢莫去讲。毋过应该有一个或者叫做啥？界面活性剂哦，是安怎？即个我嘛会使想，我嘛会使甲你对答一寡。即边我嘛会使甲你讲几句啊，因为坦白讲啦。若准讲真正是1945年进入就在遮，坦白讲，1945年出世，即嘛可能嘛差不多拢要走了嘛。毋过因的想法会继续传到因后壁的人，遐后壁的人有可能是因的次岁，有可能是伊社团边的人，有可能伊的亲戚朋友50、80，不管，总是有一寡想法，伊并毋是照家族、照血缘、照军组啥，无一定是遮尔明显去分出来，只是讲台湾的未来。周医生伊嘛讲着讲，未来发展应该是爱走向机缘累个济哈，是安怎？就讲你莫袂甲每4年来烦恼讲选出来迄个会规旁怎换去另外一边袂？当然无毋对，台湾甚至连一个国家的名称都毋是，现主是咱论真讲，伊就是一个地号名。现主是即个时间点2024年，台湾就是一个地号名啦。无一个国家做 Republic 台湾啦，无啦，即摆就是无。毋过迄是咱未来目标，只是讲迄个未来目标要安怎一步一步行向迄个状况。现主是就是你变啊4年，你就爱烦恼一届；变啊4年，来烦恼一届。
敢会讲这个人起来了，规旁拢关去，规旁拢关去。佮讲到目前民进党是连续3届，在全世界目前看到的，敢若甲罕的有连续3届拢共一个政党伫执政，啊，甚至你讲要第4届，讲要第5届，虽讲投票进前就有人咧讲啊，即届的选举是为着萧美琴咧铺路的啦。这我个人我那嘛相信，有一个讲法是讲，21世纪是女力的世纪，所以查某人出头天，这绝对无问题。只是讲代志敢有可能亲像我即个戆人所想的遮尔简单，无一定。也毋过咱要安尼去避免讲，变啊4年是搞咱来烦恼讲是毋是迄个什么人就起来。虽讲现主席即个算出来结果是竟然会啥，土地的主人赢得胜利的什么嘿，啊，所以有可能就透过其他的方式。当然，政治上政治去处理，啊，咱一般的民间咧，一般的民众要安怎去理解了解，互咱有较进一步的知识。就敢若最近，迄姓王的走去电视台甲创啥，迄根本就不应该去的，结果伊就挑工咧挑战嘛。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开放的世界、开放的社会嘛，伊就用你的规则，用你的啥，迄边安怎讲，家私来甲你拉就对啊。啊！伊拉伊若拉输你，伊就卡通尾就走啊！啊，毋过留伫咱遮变成讲，第一社会、第二社会，说现主席拢无法度互相理解了解。当然，佫插话一个是讲，拄则拄啊伫面册看着讲，有某美人有迄个啥物灵通啊、神通的能力，就讲说啊，即个现主席马祖婆嘛讲话啊啦，三官大帝嘛讲话啊啦，未来即个2024年即摆选举结束啊，2025年为着要2026年的县市长选举原来嘛有一寡代志是会足可能吵架拉替啦，啊，两啊足大声的啦。所以现主是即3方的势力，就是讲因拢有因的基础伫咧。所以未来应该是讲大家互相理解、互相了解啊。我的底线伫倒，我的红线伫倒，你莫甲我打对我的红线来。啊，咱互相要安怎画别拉肯？因为上面啊，三角米甲煮有饭嘛。目前为止所听到看到的，就是有2个都拢袂输哪囡仔，你知哦？就是那囡仔，只要毋是要爱，伊就伫涂骹烂，你知哦？伊涂骹烂讲这不是肯德基，这不是肯德基。靠背你大母人大母亲啊，你哪有可能规个拢互你捧去啊？什么时代，什么社会啊？你讲当做过去迄种国民党的时代，还是讲中国人统治的时代？现主是咱甲看起来就是讲，因中国人拢来即只嘛。坦白来讲啦，我毋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啦，我是徛咧台湾即块土地出世大汉的台湾人啦。啊！你要用中国迄套，恁爸是无咧甲你信道的啦，恁爸是无咧甲你唬啦。马有影，甲你切一下话吼。我咧想讲，我能力吼，另外开一个课程，然后无定就是后礼拜啦吼，来讲即个民主，咱台湾人对民主即个概念的即个迷信吼。所以你拄则讲起的含即嘛有关系啦吼。啊，因为台湾人太信一项代志，就认为讲咱台湾是民主国家。所以咱是有道德正当性的。我甲你讲吼，你若摕这去含希那人讲吼，其实因是无法度理解吼。而且吼，因嘛认为讲，其实因是一个有法度来表达因的意见的所在吼，毋是无法度表达，只是讲因所你所知影吼，因所表达即个概念，甲咱所讲的表达的概念，其实有差别的吼。但是有一项是相反的，就是讲顺势甲无顺势啦吼，就是顺迄个势时势甲即个整个社会的势吼。伫咧任何一个国家的政体吼，伊若无顺迄个社会势，其实伊要存在其实是足困难的。啊，迄个顺迄个势是毋是民主，这是另外一个讨论的主题啦吼。这以后再来讲安尼吼。啊，咱转来咱讲的今仔日我所提起的这2个问题，其中头一个问题，我拄则其实我一直也未回答吼。拄着迄种，直接甲你讲，我就只会说华语，我说我当然叫老婆啊，我不可能去叫看手哈。你拄着即种，直接甲你呛声讲，我就是敢若晓讲华语，不是要安怎吼。当然伊无甲你后壁迄句话我讲的啦，呛声迄个意思足明显的，就是伊无会甲你讲吼。这嘛是我伫咧咱开即个技术工程队即
特殊会的时阵，我就一开始就讲啊，咱上大敌人绝对毋是希腊人，毋是迄寡外星人啊，其实就是即种叫做我讲的，我搁复习者叫做啥？就是解构的即种论说方式，迄种解构、迄种解构、迄种论说，就是直接就是，伫你要起造的即个理路内底，直接就甲你拆砖啊，就对了直接就甲你突破啊，其实这是一个足歹应付的啊，直接就甲你讲啊，我袂晓讲华语啊，所以我袂晓讲其他的台湾的本土语言啊，所以要怎么样？你是要拿我怎么样？我甲你讲，我无法度拿他怎么样？因为我正就要讲我的答案就是讲，我就互各位参考啦，就是讲，咱基本上面对一项代志，其实爱思考就是讲，伊是毋是外部性？外部性就是讲，你会去陷害着我袂？你会去妨害着我袂？啊，你若无去妨害着我，其实你迄代志可能是无外部性，当然毋是讲妨害着我，无你嘛可能妨害着别人。我意思是讲，你若去妨害着别人、任何人的即种代志，你所做的其实就是外部性。你有外部性的，其实这都爱考虑啊。你为什么你凭什么你来妨害我？你来侵犯我？你若无迄个外部性，其实真正是随在你嘛恁兜你要去叫恁某叫茶白，叫死人，叫碰到得命，迄干我什么代志？干我什么地带？我当然嘛无意见。你要叫你老婆，你要叫你另外一半叫老婆，叫得更难听，我都无所谓真正是那你家的事我真正袂去插你但是讲你若今仔是公共政策外部性的规定，学校政策规定讲各位在学校一律说华语，我甲你讲，这就是真正足严重的外部性。你绝对爱徛出来，要去街仔路去呛声去抗议无绝对是会，绝对你将来日子就歹过这是我的答案，我已经回答另外一个答案是我忽然间想到，芭比为什么我拢无看到伊？芭比 Where are you？ 安尼伊叫我讲要安怎迄个我无法度 refresh， 有听声就好。OK， 真恐怖咧，有听到声无看影。OK， 我另外一个答案我拄则讲迄个针对迄个问题的另外一个答案就是讲，其实咱汉人应对时，其实心内要充满疼心，真正充满疼心无其实你若互人安尼甲你插，所有迄种摕迄种解构主义迄种理论手法的。来甲你插的，其实拢会互你互插的，其实拢会跳起来因为迄真正是足无聊的，而且足囡仔性的即种做法伊无要参与你的讨论，伊干那要甲你插尔所以咱面对即种，其实心内爱有疼心。你若无疼心，其实你我就是安尼讲，直接讲，咱催促台湾各族意识去做工程，有两种方向会当做，一种就是。用疼心去做，即种就是用受分心去做。我甲各位考劝，绝对莫用受分的心去做你若有迄个心，有迄个分伫心内底，其实你的应答会行差出去，而且你的代志会愈办愈害代志愈愈害所以咱对一群人心内充满疼心，咱真正会当体谅，伊就是无迄个环境，伊自细汉因爸母，我莫讲去外省人，即嘛台湾人就是拄则马丢所讲的迄种情形。一个教会的牧师，长老教会我莫讲白教会，长老教会牧师的囡仔连台语拢听无，即种是已经是事实，就是即嘛就是普遍存在的情形啦咱若有迄个疼心。无迄寡少年囡仔，其实真正互你若对伊讲歹听话，其实伊无法度接受另外我要回答马丢兄拄则所讲，其实我拄则嘛等于回答你，就是讲教会内部事务其实教会主要目的是催促，是上帝，伊是要传播即个上帝的话这才是教会的主要目的。其实。教会主要目的毋是催促台语，今仔日你今仔日全台湾社会人拢逐个咧讲华语，我本来就是应该用华语来甲我即个上帝思想、上帝所教的即个道理来送出去伫咧40-50年前，要来台湾宣教的传教士，所有派来台湾的，不管是天主教还是讲新教新教的毋若40-50年，就80-90年前要来台湾时阵，伊拢会。学台湾的台语，或者是甚至客户，甚至是原住民语为什么？
毋是政治思考啦，绝对毋是即车伫政治吼。所以马兆兄，其实这是我含你分享啦，你会当反对去，这是你会当讲我讲的毋对啦吼。我真正无认为应该踮咧教会内底吹杀代志，迄是恁兜的代志。我毋是讲我是意思讲，迄是教会的代志啦吼。教会若要决定讲要用啥物，其实是迄教会全体决定出来。其实我真正是无啥物意见啦吼。所以我嘛无一定认为讲长老教会就一定爱用台语来传导出去，就毋是你教会存在的即个主要目的嘛。当然，长老教会历史上有伊的对台湾的感情吼，这咱知影吼。OK， 我讲到遮，我嘛讲足长啦吼。我毋知影各位伫我要关房的时阵，你嘛是要甲我好来，伊答我拢甲你。当然你会使讲，请讲，嘿有。我简单讲一下吼，其实我的意见可能小可甲迄个现官爷有小可无共啊吼。你讲。因为即个头路讲的迄个欧桂枝老，欧桂枝老师即个吼，伊的要推销的就是讲，你的作文、你的成语、你的写作，譬如讲，即摆学生拢用毋对的成语讲作文的时阵，拢写了即个足歹的安尼意思。意思就是讲文言文读了无够，伊若读了较济，伊就写作文会写了较好。当然，伊即种的观念就是华语中文的教育。伊既然连你的作文拢有可能写了歹，伊哪有可能认同你写迄个台语落去？你的作文内底佫插一个台语，还是甚至你的作文内底佫写罗马语？白话语。大东兄，你敢若直接甲我讲？大东兄，你敢若讲直接甲我讲？你讲含我意见无共的部分，嘿对，嘿。就我讲的意思就是讲吼，伊即个大中国意识推广的华语，就是一种建构主义，伊要建立一个中文的迄个语言世界。咱即马咱嘛是要推杀台语的世界，台语的迄个。所以两个都是一个建构主义，是安那改革主义？改革主义就是讲吼，你莫强调一个意识形态，讲中文才会使写，你袂使佫写别个，也是讲台语才是母语，咱爱学较好，莫讲出迄个中文插伫内底，甚至世界语拢爱甲废除安尼，这嘛是一种建构主义。但是改革主义就是讲甲拍破。咱的社会是用啥物，咱就用啥物，这是咱的现实。大东兄，我是其实伫咧开即个推售会第一天我就讲起啊，我本身就是建构主义，毋是改革主义。改革主义甚至就是我的敌人，直接安尼讲吼。甚至你若认为讲你要用改革主义来对付我即个退休，我就直接你讲，你后礼拜就当毋免来。我直接安尼呛声，毋是讲我无欢迎，我真欢迎你，但是我足反对用改革主义来遮甲我来遮甲我讲一寡反对意见，因为迄毋是要建构各族意识的手法，迄绝对毋是建构各族意识应该做的代志。所以就是你若对即种的，你认为讲爱用改革主义去吹杀台湾各族意识，我就直接甲你讲，无可能做袂到，真正是做袂到。你思考，你家己思考看下，敢你有可能，你即马，我甲你讲，我即马你讲的是未来的方向，是一个梦，是将来要迄个梦跑走迄个目标，毋是讲你即马现实是安怎就是安怎，现实是安怎，我当然嘛知影，大家拢知影，毋是干那你知我知，大家拢知影，现实是安怎，根本就无必要加讲，就是安尼，但是。各族意识的吹杀是一种营造的工程，是一种要甲即种还未起起来厝要甲起起来，但是迄个厝伫咱心肝有一个蓝图伫遐，这才是建构主义。OK， 你会当你会当反对我的讲法，但是莫用改革主义讲要去甲我的厝拆掉。我绝对甲你讲，你后边就毋免来啊。我毋是反对你的讲法，其实我会感觉讲，过去咱其实台语的教育其实拢较因为迄个
欧老师迄种的态度，伊拢反对咱使用台语，所以咱即马要摕转咱流失去的，可能咱爱加强辅业会嘛无够，所以我嘛讲，咱来教台语也是安那，这项我拢是做100倍，可能也无够，所以我毋是反对你的这个做法，我是感觉爱加强，但是加强毋是讲因为安尼就是对的，迄是过去咱去用打压流失去的，该补回来安尼尔。毋对，但是补回来。毋对，我直接安尼甲你讲，毋对，毋是讲因为过去去用打压流失去的，咱要甲补回来。我甲你讲的是，你是徛伫咧讲，咱甲你补空，我徛伫咧是讲要甲厝起起来。拜托，这两项代志，我要甲厝起起来，伫咧我要起厝的当中所需要材料、建材各方面，我拄则讲啊，我进前我嘛讲前2-3个月嘛讲过，咱其中譬如讲伫咧语言、伫咧文学、伫咧啥物各方面应该爱做的方向，这是我甲蓝图填开，我甲各位讲，咱需要即寡材料，咱要起一间厝，咱需要即寡材料。不管是啥物做一种本土语言，都是即个材料的一部分。吼，毋是为着要补较早去互打压，迄是另外一回事啦。吼，所以我即马我讲遮侪遍啦，其实你若听无，后壁你若礼拜要搁安尼直接安尼要来拆厝，我就直接甲你讲，我甚至我就甲你互着出去吼。伊歹势哦，我拄则无时间互你讲，时间无啊啦，我互你1分钟，伊你请你讲。拄则提起红鼻是中国，我头一摆听。这是事实啦吼，毋是讲袂使用红笔写字，咱有可能无使用是袂使用红笔写字的名吼。当然，即种局部性，我讲局部性就是讲，这可能是阮甲老师家己规定的嘛，嘛有可能啊，我毋知影吼。我敢若知影讲，我做囡仔是阮老师就安尼规定啊，你袂使用红笔写家己的名。啊，这我讲就是迄老师吼，老师伊有即种宣导吼，我毋知影是因为社会互伊的即种形成伊家己即种思考，还是讲教育部直接透过即个教育系统直接安尼宣导，我毋知，公司我毋知影，我袂当甲你讲哦，这是全台湾拢安尼，我敢若会当甲你讲，这是我的经验，伫我迄个班级，我的班级老师其实是客人吼，所下即个命令讲，你袂使用红笔写家己的名。嘿，伊嘛签名，直接签名哦，安尼写就是共匪，直接安尼甲你讲啊，你加写，我甲你讲实在，阮迄当中无可能有人甲用红笔写家己的名。吼，我讲至少阮迄班是安尼，即有局部性吼，伊可能是局部的，当然嘛可能 universal， 我是讲伫台湾啊，我毋知影，我无去向别人问过啦。所以今仔日听，当然你少年时阵，我问你嘛，无可能知，我即嘛。若阮家己有呢，我若机会我再问看嘛，看其他人是毋是安尼。但是有一项代志我是足确定，伊是 universal， 毋是局部性，就是迄当阵对红色的使用，其实有一点禁气，知无？有禁气。譬如讲，你做较早莫讲红色啦吼，较早所有挂出来布条啊顶头，比如讲欢迎搭伫即个会议头前的布条，什物第17届个模拟国校国毕业典礼，啥物有？迄会使红色的，迄是喜事啦吼。但是譬如讲你是啥物开啥物研讨会吼，较早拢是蓝底白字的哦。你无可能白对乌字嘛吼，对头人都排挤掉吼。较早拢是蓝底白字，较早足侪其实是蓝底的白字尔。你袂当有啥物青底白字、红底白字会出问题哦。较早迄种政治景格是每一人拢有诶，用红色足细腻诶。我搁举一个例互你听就好啦吼，即个故事，我较早伫咧部落拢捌写过。我伫咧读国中1、2年诶时阵，我袂记得2年，我下面迄个我做班长嘛吼，阮迄个学艺股长，我下面2个合作吼，伊就爱负责布置教室嘛吼。所以呢，我就甲斗相共啦吼，因为较早即种歹空个，我就应该出来做吼。阮个学艺股长当然是足够味道的吼，布置教室迄个教室后壁围一张图，譬如讲，迄当阵要4个要教为迄个老蒋的，当然我印象中是为老蒋的头像吼，老蒋的头像当然是穿军服的吼，
穿军服，无到半身啊，就是头上啦吼，胸孔甲起安尼。啊，拄好伫咧即个叫做啥领吼，衫领即只吼，伊就甲围一个红色的一道红色遐。啊，阮做囡仔是啥物人知影讲这是出问题？阮无人知影，我嘛毋知啊。啊，无人知影，连老师其实老师嘛无注意看吼。一直到有一工，一个外省老师，迄是阮学校的教学组长还是啥物组长，我袂记，反正就是组长级的。直接大家都踮咧咧安静咧上课的时阵，突然间跳来，可能去自修啊，因为无别的老师，突然间就入来冲入，这啥位的？这谁挖了？站出来！啊，当然嘛是学个股长，伊嘛毋知搞清楚啥物状况，啊，我伊就徛出来，迄个老师无讲第二句话，家己啪，喙皮来扇一个足大个。阮规班拢硬去，就即嘛情绪嘛相款。阮毋知阮做毋对啥物代志，你怎么画成红色的？啊，所以即代志阮才知影讲，即代志偌严重。即种代志伫白色恐怖迄当阵是迄当阵个戒严时代发生即种代志，一个毋捌代志就是学个股长，其实伊是乖个囡仔哦，忽然间当场去互人当咧一个喙皮安尼大力甲塞落。我讲，阮即运的其实心内有足侪创伤，就是较早迄种戒严时代迄种经过，足侪迄种阮无迄种政治的sense的情形之下，去互人安尼对待。甲迄种外省囡仔自细汉哇，政治意识就比阮较知影佫较侪，因无可能去犯即种错误。阮就是安尼去互糟蹋转来，糟蹋出来。甲阮当做是啥物？比市面底的努力佫较不如啊！好，我今仔讲到遮，所以免怀疑讲我较早我讲的，我相信你逐日袂怀疑啦。真正袂使，老师规定袂使用红笔写家己的名啦吼。啊，你若毋知，我即马甲你讲，较早至少伫阮迄班就是安尼规定的吼。OK， 咱时间已经超过6分钟，讲到遮，咱后礼拜再佫继续开讲。我会可能就是以民主即个观点来看问题吼。好，安尼到遮，大佬兄，我直接甲你讲吼，你若无介意听的，当卖入来吼，我真正直接甲你呛声吼，就是安尼。好，再见，拜拜。我关房，大家讲话，再会。